为了防疫，新竹县尖石乡甲五峰乡公所拢表示讲，司马库斯等等的3个景点也是会封到7月26日。自5月进入3级警戒，尖石以及五峰乡各地出入口设有管制点，一般游客拢袂使上山。虽然中央宣布13开始开放部分措施，不过尖石甲五峰决定乡内的观光景点同款无对外开放。当然是零确诊啊，2、3周啊以上啊，再开放比较好。替居民想，当然我们不反对，可是有没有替我们商家考量一下？另外，露营区的部分嘛，鼓励业者休困，若是业者要恢复营业，人流管制等等的防疫措施一定要遵守。虽然大家都想赚钱哦，但是我们所有的决策，我们都认为，人民的所有生命安全一定高于一切决策以及所有的权利。部落居多都是还是保持说能够继续来做一个3级警戒的一个措施。3级警戒渐渐放令，已经休困别2个月无营业的业者，则着传好咧等。不过，公所也是提醒，一定要做好防疫相关的规定。记者赵君豪，新竹报道。